如果真係想喺大亞灣揾套新樓比二手仲平嘅別墅咧，咁你就一定要睇睇李生開發嘅呢個龍柏花園啦。龍柏花園咧喺深圳、香港嘅廣告啊，鋪天蓋地，好多朋友應該都睇過啦。龍柏花園位於大亞灣嘅鰲頭片區，好多人一聽到鰲頭，係咪有少少偏啊？其實唔係噶，鰲頭真係居家養老嘅好地方嚟噶。嗱，門口出嚟咧就係濱海公園，過去咧就係海鮮一條街啊、漁民碼頭啊，仲有小桂綠道。小桂呢邊嘅改造咧係一直喺度做緊嘅，再加埋咧大亞灣政府投資嘅幾個億打造嘅濱海景觀帶啊，出門就係海邊領景，後期真係好舒服。另外咧，鰲頭呢邊嘅居家生活咧其實好成熟啊，買嘢、食嘢、休閒嘅呢啲配套咧咩都有，生活節奏咧都係好慢嘅。真係享受嘅好地方。雖然話依家冇嗰啲超大型嘅嗰啲商場啊，但係都唔影響你居住啊，係嘛？大商場咧依家都係動工建緊㗎啦。呢邊嘅主要咧就係生活嘅氛圍好啦，遊玩景點多啦，後期嘅居住咧真係好舒適嘅。交通方面咧都唔使擔心，樓盤有自己嘅返港樓巴，仲有咧巴士直達深圳口岸，自己揸車走高速嘅話都好方便。當然啦，最主要嘅就係價單平啦，價單1萬出頭，總價140萬，基本拎包入住㗎啦。加埋呢社區真係港人港風嘅生活，連流動嘅管家咧都係講粵語㗎。依家睇到嘅咧就係佢嘅裝修標準啦，仲送埋家私家電。戶型咧佢分上疊同下疊，下疊咧係130平，上疊咧係170平。就係1400幾尺到1800尺咁啦。下疊咧係大花園嘅，上疊咧大露台，面積咧都唔算大，所以話你想揾套小別墅，龍柏花園真係一定要睇。首期呢邊咧係1.5成，壓力方面咧喺依家咁嘅利率都唔抵啦，係嘛？仲送埋契稅喎，加1萬蚊咧可以送多個車位。下跌咧係送25萬，上跌咧係送37萬嘅裝修禮包啦。你依家想揾套稍微睇得上嘅別墅咧，開口就係200-300萬起步噶啦。可能好多200-300萬你都睇唔上，仲有好多係毛坯嘅，都係要自己裝修。你裝修都要幾十萬啦。所以話咁嘅別墅你中意嘛？我係阿斌，惠州嘅新樓二手裝修一條龍服務噶。